大家好啊！歡迎你哋又嚟到我嘅頻道，我叫 Chaco， 係一隻活潑嘅秋田犬。咁今日我又為大家推介咗啲咩寵物新產品呢？噔噔，就係呢款寵物氈。話說早排媽媽去咗旺角，去咗 Konamoko 嘅店，諗住揾啲衫仔俾我，但係都怪我太大隻啦，所以冇一件衫啱我着。雖然可以訂，不過媽媽嫌時間要等太耐啦，所以我哋就揀咗另一樣既實用又相信好適合大家使用嘅產品，就係呢一個寵物氈啦。呢一款寵物氈係由 Konamoko 同香港海洋公園 Crossover 嘅一款限量版嘅氈嚟嘅。咁呢一款啦，你可以睇下佢個質感啦，佢係好冰涼舒服㗎。尤其是咧，好似 Chaco 呢啲咧咁厚木毛嘅咧，好中意啲好冰涼嘅感覺嘅氈啦。咁呢一款其實係質感好舒服啦。咁你可以見到啦，佢啲車線啊，各方面做工都好細緻。其實呢，我哋呢有時候俾寵物用嘅產品呢，質料都好緊要㗎。而你可以 feel 下、望下佢啲質地，車線位啦都做得好細緻、好靚啦，觸感呢都好冰涼舒服。冇話寵物中意，連大人都好中意。而背部呢，其實佢有好多呢啲防滑點啦。咁其實有時候擺喺地下，就算狗狗可能喐嚟喐去都唔使驚佢移位或者褪到唔見咗。咁而有呢一款氈呢，其實對於咧寵物寶寶有時候出街喺一啲唔同場合呢，其實都有好有幫助嘅喎。因為呢一款氈呢，其實可以阻隔咗咧地下好多唔知嘅細菌啦，引起佢哋嘅尿道炎啦。咁再者亦都可能有一啲機會令到佢哋有皮膚發炎啊等等嘅情況出現，所以咧保持佢哋乾淨係好緊要㗎。而 Konamoko 咧呢一款寵物氈呢，其實有別於呢一般你市面上見到嘅寵物氈，除咗佢嗰種質料呢非常之冰涼啦，所有狗狗都會好中意啦，同埋就算長期臥上去呢，都唔會覺得好悶意、好唔舒服嘅。加上呢，佢呢一款呢，其實你擺落洗衣機洗都冇問題㗎。咁 Chaco 咧都好中意呢一款 Konamoko 嘅寵物氈，因為有咗呢一款氈呢，媽媽就可以帶我去多啲唔同嘅地方，而亦都唔再受地方限制，我可以隨意去邊度都可以坐得，因為我有咗呢一款氈，唔再需要擔心地下污糟或者有機會細菌感染嘅問題。作為一個保障毛孩健康嘅媽媽們，非常建議大家去 Konamoko 選購佢嘅呢一款寵物氈。除咗有唔同款式之外，而且佢嘅質料真係好舒服㗎，連 Chaco 都一致認可，好中意呢一款氈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去返 Konamoko 嘅網站或者去返佢哋嘅門市選購啊。佢哋當中仲有好多唔同嘅衫㗎，包括有一啲飾品啦、圍巾啦，仲有啲衫啦，亦都有西裝啊、婚紗類嘅產品，可以為你哋嘅愛寵裝扮一番。嚟緊就嚟聖誕啦，十分之推薦大家都去 Konamoko 選購靚靚嘅衫同飾品，為你哋嘅狗狗盛裝打扮，等佢哋可以過一個充滿聖誕氣氛嘅聖誕節。好啦，咁今日 Chaco 頻道就介紹到咁啦，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